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8章，承接好的土地。今仔日我所命令恁一切的诫命，恁着切实遵行，互恁通活，人数加添真济，入去承接上主入世，应允要互恁列祖的地。恁嘛着会记得上主恁的上帝这40年带恁伫旷野行过的路，互恁谦卑，甲恁考验，要知恁有对心底遵行伊的诫命啊无？伊甲恁磨练，互恁枵饿，用恁甲恁的列祖拢毋捌的玛纳养饲恁，是要互恁知，人得活毋若瓦克饼，是瓦克对上主的喙所出的逐句话。这40年，恁的衫裤无破，恁的骹嘛无碰拍，恁着知上主恁的上帝管教恁，亲像人咧管教伊的囝儿。所以，恁着遵守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，行伊的道路，敬畏伊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带恁入去迄个水的地，遐有溪有水泉，阁有地下水对山谷甲山顶流出来。遐有出产大麦、小麦、葡萄、无花果、石榴，阁出产橄榄油甲蜜。恁伫遐食米充足，连一项都无欠。伫遐的石头有铁，山内会当挖着铜。恁会食到饱，就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所赏赐恁富足的地学了伊，毋通袂记得上主。恁着谨慎，才免袂记得上主恁的上帝，无遵守我今仔日所吩咐上主的诫命、命令甲规例。恁食饱，有好的厝通徛，牛羊、金银，以及恁所有的，拢加添真济时，着谨慎，才免恁自个骄傲，煞袂记得甲恁对埃及地做奴才的家带出来的上主恁的上帝。伊带恁经过迄个大阁通行的旷野，是打扫无水的地，遐有毒蛇、叶仔虫。伊有为着恁，互水对冰的石盘流出来。伊搁伫旷野用恁的列祖毋捌的玛纳养饲恁，是要考验恁，互恁谦卑，到尾是要互恁得到福气，才免恁心内想讲，我靠家己的气力、能力得到这的产业。恁着会记得上主恁的上帝，恁得到产业的气力是伊互恁的，是要实现伊对恁的列祖入世设立的约，甲今仔日相款。恁若真正袂记得上主恁的上帝，去对别个神明服侍敬拜因，我今仔日严严甲恁警告，恁一定会灭亡。上主互恁看到伊安怎消灭遐个民族，恁嘛会安尼灭亡，因为恁毋听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话。